中部还留那么多，那南部对不对？而且从现有的他的研究里面，他的调查资料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中部彰化、台中一带的认同，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云嘉南，对不对？那云嘉南的这些认同到底在不在？假如他在的话呢，他可能会带出一些这个劣势的现象。这个是我最想到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在民间信仰的文化的研究，它其实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比较转变。我们不应该要再从寺庙，或是从神明，还是从道具不一样，不能是这样看。那如果是这样，那台湾民众为什么看不到？对不对？那这一些东西背后有一些，不管是寺庙的道具，或是信箱，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团体。而这一些团体呢，其实是推动整个信仰文化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些团体怎么组织、怎么运作、怎么去，还有基于什么这个理由呢？他们愿意这样去投入，完全没有这个。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对于经济的调整非常的有影响。所以我非常的这个鼓励各位应该是以这方面今天来讨论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这一种东西呢，民间的东西在文化上的记录呢，在文献上的记录呢是比较少，所以它有相当大的责任是要田野调查，而这个田野调查跟一般的历史记录采收是不一样，它需要去做解读，然后呢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做一个来统计，那这个没有做是可以做的，像我们不可能相对于国际呢，那个两个换数这边是不一定的。那我个人的做研究的态度也是一样，说学术呢对我们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我们的这样我们有必要做这样的是各位大分钟或是呢这个小孩子稍微大一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做一些我是基本希望各位在这方面多多努力，尤其是那个台南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它地缘大部分风险比较多，在这个地缘方面呢，你有你的人脉在田野上相对比较容易比较资源多一点。那我相信这个领域只要投入每个人开出台湾史民间信仰的这块精华，但是这个呢，文化的对象它可以到，如果是为了了解我们王明刚才东就是北海跟面貌那个泡芙山像山路这样，还有很多这样的，但是因为我当时呢是拿嘉义，这一些东西背后，不管是可是我还有台南县、台南北大，而这一些台南县呢，这个这么大的，因此这不是表推动整个信仰文化的一个，大家认为这些王守先生也做了一些，但是王守先生他的讲这些问题是大的，还有基于我观察正统，我只要出现在他的庙宇相关的这些问题，而不是实验性的正统，他就找了一个文化的基础。既然所以我正统是因为表演、谋生、锻炼。